榮獲提名最佳動作設計包括谷垣健治、嚴華、天龍八部之喬峰傳。成日好多錢，你夾到之後 call 我哋啊！我話飛仔，快陣嘢，知道唔得？龍哥，結婚啊嘛，唔使陳記。龍哥，我哋啊，做伴郎啊！
開始啦！你冇氣勢，2分鐘，1分鐘。哇！點解爆晒光啊你？係啊，我頭先一睇位嗰陣時咧，可唔可以呢度得唔得咧？佢話我射咗落嚟。原來太太看緊以後，他摔倒，滑倒以後，從山坡摔到水裡，非常快。如果真的掉在水裡，你可能會死。嘥時間同埋好嘥人力，一般功夫都拍唔到嘅。嗱嗱聲啊，就拍！不過今次就玩多啲花式咯。